L.Y. 嗰個年一定要改成乜乜地咧？咁啊，一定要係呢個係咧梗㗎係咪？冇得變嘅 ，lawfully 合法地接收。點解一定要合法地接收啫？係咪？咁呢個好清楚噶嘛，唔需要有個地字咧，基本上係嘛？好啦，呢、個即係第一款嗰度啦，第8條第一款嗰度，中文文本。聲音或影像及聲音或表述聲音或影像及聲音的東西，佢真係好攞命，係咪？咁我將佢改成咩呢？聲音頓號影像及聲音，然後頓號或表達聲音或影像及聲音的東西。嗱，呢度呢個表述包含3個或同埋2個及字，呢種咁嘅組合呢，你係令到啲人閱讀係好困難，理解好困難。即係如果你唔對照翻嗰個英文嘅原文呢，你根本就唔會明嘅，係咪？類似嘅情況喺版權條例裏邊呢係多處出現，即係令人對呢啲條文係即係覺得好討厭嘅，係嘛？即係你個雙語立法原意喺邊度呢？係嘛？嗱，雖然喺呢個文體及實務指引，即係律政處嗰份啦及和以及或佢使用都有指引嘅，都有好明確嘅指引嘅。但係咧，就喺呢啲指引裏邊一啲相關嘅規定，我就真係睇極都揾唔到，係同而家呢個第一款用嘅3個或2個及嘅情況，從來未有嘅，係咪？咁點解會寫到咁咧？請問？有指引㗎，係咪？及和與以及或呢個使用都有指引嘅，係咪？但係冇涵蓋而家我講緊呢個第一款嘅情況，係咪？所以呢個修改咧，即係必須嘅。嗱，加入呢個標點符號，即係就會令到呢啲有關嘅表述咧更加容易理解，但係都唔係完善嘅。不過我希望帶出個討論，即係希望。即係以後喺呢啲咁嘅所謂法例字詞嗰個即係修訂嘅時候咧，或者寫嘅時候咧，就要即係要注意咯，係咪？我哋唔係無的放矢嘅，主席係花咗好多時間去睇嘅。嗱，有啲咧，譬如我有啲修訂，我如果即係到時即係焗住我要大會提嘅話咧，喺個全體委員會階段，我就會好仔細話俾你聽。而家我唔會浪費大家嘅時間 ，OK 係嘛？嗱，另外有一句咧就係、嗰個 thereof 嗰個喺呢個英文嗰個文本嗰度啦嚇，即係即係同一個條文嘅英文本。咁嗱，如果睇翻嗰個即係文體及實務指引咧，好多時即係呢一啲咁嘅即係所謂呢一個字咧嚇，係會有一啲比較常用啲嘅介詞同埋名詞取用嘅，咁啊比較適合呢個現代語法嘅，所以我將呢一個字咧就改翻原來嗰個名詞咁就冇乜特別啊。嗱，第2款嗰度咧原條文就只係一句，共有78個字，冇標點符號，即係冇斷句。咁呢啲邊係人講嘅話嚟嘅，大佬，我哋讀起上嚟點讀啊？78個字，冇標點符號，即係冇斷句嘅。喂，有哮喘嗰啲實讀唔到。冇哮喘讀唔到78個字，真係好大鑊，係咪？你文法不通，語意不明，你加咗1個啫係嘛？嚇？你加咗1個係嘛？咁即係好啲。OK， 咁嗱，第3 B 款嗰度，任何提供有關節目的人，而該人與傳送該節目的人作出該節目的傳送所需的安排，咁我就刪咗嗰個該節目的，就加咗個有關2個字落去，用有關嚟取代該節目的 ，OK？ 嗱，同一句裏邊咧都出現2次嘅該節目的係好累贅嘅，咁你將佢改成有關傳送咧，咁就比較簡潔啲啦，係咪？咁另外第4款，咁呢個又呢一條咧就好典型係英文條文硬譯中文嘅例子，一定要全條重寫嘅。個中文嘅文本咧就係在作出廣播的
人的控制與責任下。咁我將佢改成作出廣播的人在其控制及負上責任的情況下，係咪好清楚啊？咁樣係咪？咁呢個係佢英文嘅原文就 under the control and responsibility of the person making of the broadcast 咁啊，係咪？咁但係你譯到咁咧，在作出廣播的人的控制與責任下，咩嚟嘅啫？咁啊，即係話在作出廣播的人的控制與責任下，嗰個意思冇解噶嘛，係咪？當年律政司法律草擬科負責草擬第8條中文文本嘅人員係咪？咁佢係想點咧？將佢譯成咁樣係咪？總之就係求其逐個字中文即係將佢譯成中文堆砌成一條條文就搞掂啦，係嘛？呢啲例子太多啦，係咪？好啦，第6款又係包括任何以下一項嗰度，即係之前講過噶啦啊。另外第3嗰度咧就係固定構築物以及建築物或固定構築物的部分。咁呢個句子咧裏邊咧就有以及同埋或啊。咁如果你唔睇翻英文個文本，又係比較難理解嘅。咁我哋就將佢 A、B 兩項拆開，咁啊就容易讀啦啊。咁另外就係喺第6款第2嗰度啊。但其唔係我仲有第1啦，草案將好多廣播或有線傳播節目修訂為向公眾傳播。咁個例子有6條啦、第8條啦、第10條啦等等。咁第8括弧6條都要作呢個相應嘅修訂嘅。OK， 咁因為前面嗰度有嘛，係咪？另外就係第2咧，就係版權並不存在於該某項廣播。咁我就改成咧，該某項廣播沒有版權，係咪？好，跟住第9條。第9條咧就又係有啲釋義條文嗰啲我就唔講啦，有幾條都係咁改翻就搞掂啦，改翻做斜體就搞掂啦啊！咁另外咧就第5嗰度咧我就刪咗啊，指全部或主要任何人啊。嗱呢個表達咧2選1嗰個有排他性嘅，咁兩者其實就係兼容嘅，咁所以加上包括，咁啊另外咧任何人就改為某人就得啦啊。咁另外頭先提到合法地啊，咁啊刪去個地字啊。另外就係不論是否由該人或任何其他人營運，咁呢句咧冇個主語嘅，係咪？冇個主語，個意思又唔係好清楚，所以應該加入該系統嚟做主語。咁另外咧8由任何人為下述目的而藉電訊系統嗰度咧。就其實呢段係要突顯有關嗰個目的嘅，咁原文嘅修訂呢個表達就引致呢個目的未能夠成為呢一個本段嘅主體，於是就將佢更改而該服務的目的是為乜乜咁樣。另外 A 個合法地又係一樣啦嚇，嗱不論該等聲音呢一句呢。係要即係刪除咗個括號嘅啊。B 合法地一樣啊。另外咧，影像啊、聲音啊嗰啲係斜體嘅，改翻啊嗰啲頭先講過啦啊。跟住咧就係嗱呢度咧，因為有啲同前邊比較相近嗰啲咧，我又略去啦，因為時間嘅問題啦，係嘛？咁啊，第10條啦，講下第10條一樣係有嗰啲所謂斜體粗體嘅問題。嗱喺第2款嗰度咧，中文嘅文本版權並不存在於該已發表版本的排印編排啊。咁就我建議修訂咧，就係版權並不存在於，就刪咗佢。咁然後就變成該已發表版本的排印編排沒有版權。版權並不存在於該已發表版本的排印編排，我改成該已發表版本的排印編排沒有版權。在該程度上你有嚇？在該程度上沒有版權。你漏咗幾個字？係 sorry。好啦，咁就
呢個係第10嗰度第11至12條，因為佢性質比較相近咁啊，我一並解一解啦，係咪？嗱，第11.5條同埋第12.2同埋3條咧，須視為，我就刪咗佢，就用呢個即屬嚟代替啊。嗱，呢個咧就我講一講啦，呢個係屬於宣佈性質嘅陳述。指引裏邊亦都有講嘅啊，即係喺第10.4.18段裏邊提到啊，我講嘅指引又係呢個啦，律政司呢個法律草擬科嘅指引啦嚇。從法律草擬嘅角度嚟睇，如果立法嘅用意係作出宣佈性質嘅陳述，或者定名定義，最佳嘅做法係直接述明。所以第11條第11.5條、第12.2同埋3條呢個須視為，佢唔係一個直接嘅述明，係嘛？所以改成即屬，係嘛？嗱，呢個咧我就認同指引嘅意見嘅 ，OK 啊？呢部天書嚟嘅阿哥 ，OK 啊？但係天書都有好多嘢有問題嘅，我覺得就嗰個另外再講啦，係咪？所以呢個就要將須視為改成即屬，咁呢個就係直接述明啦。我認為嗱，基於同一個原則，第11.5條亦都係應該要直接述明嘅。呢一條係咩呢？但如該作者的身份一旦為人所知，則該作者的身份此後即不得視為不為人知。嗱，呢條都叫勉強明啦，但係真係好累贅啊嘛。